些糠还是隔壁八哥所送来的，这次这场雨一连落了个把月，地里的苦菜都已烂了，娘家这些苦菜还不容易呢。乖，好话切一点，不切要我坏的。吃什么？胖子苦菜。咦，不香！妈，你让我困，让我困，让我困，让我困！妈妈！
呀，这样子的东西哪能好吃的嘞？西康子苦菜，娘就为康菜上三老进我前，才请前死别的，真是三姑了。文儿，嬷嬷这里向有2只萝卜饼，还侬拿去吃？我不吃。耶，侬个小人，辣我面前还要做客，不怕嬷嬷生气啊？那快拿去啊！妈，那就谢谢嬷嬷，拿去吃吧。哎，谢谢嬷嬷。妈，这萝卜饼我吃一只，王姨一只，借你吃。不，娘吃饱了，你自己吃吧。不，我知道妈比我更饿，这萝卜饼你一定要吃。是娘送。我说大家阿嫂啊，总不能当着我事，应该想想法子。有啥办法好想？办法倒有一个，说出来就怕侬阿嫂生气。是娘只管说来。我先问侬，侬晓得常住在我四娘店里向的周后的吗？晓得，他倒是个中后生。阿嫂，侬有眼光的。是娘，莫非你要我向他去借？哎，不是噶，家钱只能举借，难举穷。那阿嫂啊，一家做借自将士，妹妹自帮大子弟。几年妻子已亡故，为人老实多气。月下虚夜有一堂，叫我为伊多留意。侬阿嫂啥肯嫁接伊，倒是一桩好事体。是娘，你是叫我改嫁？不，这是死不得。为啥呀？我家还有3妹对的道，这往去后有些生生，我娘儿俩也许还能活命。阿嫂，侬好糊涂啊！侬看大雨也要三汪汪，一见就要成灾荒，怕侬神通转过境界灵。到头还是课堂。阿嫂，侬不为自家着想，也应该为门外想想啊！凤儿，阿嫂，侬看伊东亚一件破衣衫，四季平复安上，手戴好事皮包环，我的面貌莫无光，伊是能了出土看出样。曾经得雪上加冰在天上。阿嫂，我说侬还是改嫁的好。不，对不起文儿弟，文儿弟。阿嫂，大家只有文儿淡定的嘛，要是有个3长2短，文儿弟在天之灵，怎能安心啊？侬这改嫁，把文儿一同带走，才能将你抚养成人，接替大家相依，这才真正对得起文儿爹呀！这个阿嫂，搿侬要拿定主意呀！是娘，
善良啊，搿大难怪了。咁么侬再仔细想想，3天后我再来等侬回应啊。阿嫂，我走啦，师娘最好。妈妈，刚才嬷嬷对你讲些什么？妈什么？妈妈，你不要问我，我嘴里面都听见了。妈妈，你不能答应呀！妈妈，你不能答应呀！妈妈，娘也是没有办法，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饿死啊！不，妈妈，我们家关于三妹的你老不为我死的呀。只怕遇罪不定，这三妹听得到也难保啊！不为的，不为的。妈妈，你听到了吗？窗外已经换雨水，东边天色渐渐明，雨明天邻居为亲，三妹袍子到哪层？不错雨滴天明，莫不是苍天可怜陷入啊妈妈，只要听信这三妹的道才能保释，为娘我咬紧牙关，养你成人，绝不改嫁。妈妈。苍天啊，但愿从此风调雨顺，我娘儿俩就能结识与共啊生。
赢了。现在3天一到，侬可要当机立断啊！当机立断。立誓。所长公公，快请坐。令子，我想问你一件事。今年天时不好，店里头10家刀鱼俱将来了，不知你家可好？也都来了。那我来问你，你丈夫前年亡故，你用电器做抵押，向我借的棺材本，连本带息共15两银子，该怎么判你？这得求公公再宽限一年。你去年退今年，今年退明年，这样退下去，到几时还我？这难道真心来账？公公，屋里实在没银子，怎光来账？没银子，万语天啊！天，对了。欠我账，还我钱，千古立法谁能辨？富有银子还欠账，就给爹这三妹的是我们娘儿俩的命啊！求求你做做好事。那还我的银子？屋里房都没清，哪有银子还你？不还银子不压店，天下哪有这种理？你啥叫话多啦？让我离开高官老衙门里，当官20趟班子，还得压店打仗。我说杜太公呀，我倒有些上隔壁去了。人家遭天灾，侬可不能趁机发旺财。你管你在小小的开店，我管我在土家讨债，今世不完何世？你官上也账。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四娘，公公，我话已讲完，遇见万件，无见雅典，好在电器在我手里，不怕你讲。走。三顾茅庐同
你先到我家里去。哎，凤儿娘，你可知一马不配上岸，一女不是儿妇？知道。既然知道，为何却想改嫁？大伯，我实在出于无奈呀。凤儿娘。不知我是小，世界是大。我誓不作戏，为只为包氏头家一马相依。你为凤儿把娃命贱，难道就不过都是门风扫地？我请人们名风名誉，上江汉无问我死在眼前。我劝你此年说说当孝。时至今日，我甚难改变。啊！你爸爸，你总得体谅我一片苦心啊！哎，别再
也罢，人心几去，留之何益哟？你既然这一要讲，我也不讲了。不过凤儿是我独家血马，不能让你带去。凤儿我不得去，叫他依靠我身。我是八五，又是他先生，当仁不让，是算是我负养。哎呀，大爸，下面平日教书读者，也只能勉强糊口，怎能养得我凤儿啊？哎，想我读些理呢，有读孔孟之书，素知生言之理。你莫看我穷哦。刚才我已见过太公发话，你让给讲，凤儿绝不能带走。从今以后，你也不准再进杜家村。杜家嫂，杜家嫂，儿的来啦！阿嫂，阿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他们留下问儿，不杀我对罪，将我死后死啊！阿嫂，这也是没用的，只有慢慢再想办法。大包里也是一贫如洗，我分好还是要受苦的呀！这真是难死人了。哎，也罢，大嫂，我后的家境虽不宽裕，身边还急需下300两银子，交给你家大伯，托他抚养文儿，也就是了。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个旨意的了。我的却茶无米，岂能成
真是闻继娘甚好歹，你娘不也生出你这子孙也为不孝。我没抢过。外棍将贼，畜生！真是不门不义我为将。
凤儿，你与我在此地可？大爸，干脆不管骂我是疾病。疾病？什么疾病？他说我娘家人，我扑过去是托鱼病，事情既然在大爸家，竟是疾病，我气不过当他，他要往我抢银膏，周长哥哥与你抱病，不但打我，还生我娘不言，此生也不想。是。大爸，你要帮我去成亲呀！凤儿，不去也罢。为啥？古人云：“择人必先择己。”此事之恨你娘，莫怪别人哦。我娘？对。哎，凤儿，我平时苦苦教你读生言之术，你可记得孔子论大悦之道，一正而后行正，之后两句是怎么说的？曰：行正而慎虚，慎虚而家己，家己。对。可是你娘哦，下年生心不正，孤儿思家不随阿明，心不正难修身，好儿弃家上郊门，再落得家不济被欺凌，叫大爸有何面目去理来？大爸，那我怎样才能不随虚荣，不争门庭呢？相信在修容，你要重正门庭。一心此子可教也。大爸，你快讲呀！喏，听得多少年晚长苦用心，真的不龙虎帮上的心骑爬马插花林，锦衣玉带归乡亲，难关着北京营，才能够西沙修容真美景。这就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哦。吃得苦中苦，方为众上人。本儿不怕苦中苦，硬要做我人上人。好那是七八八，没差。
要好好读书。你那不义的娘，也就不要再想他了。大爸，哦，你这么哭，前几天师娘送了一包银子，你为啥不要呢？你知道那银子是谁叫他送来的？是谁？是你娘。我娘哪来这许多银子？自然是他给家我来的卖身钱。卖身钱？好了，天色不早了，我赶紧到镇上去拿这些树啊换些零钱，你再去挖些苦菜，早点回去吧。哦。为你，你啊。
地多留几天，可是今天已是第5天了。凤儿，你快来呀！凤儿啊，你要困呀，快来困。怎么外不了？娘要听，娘要听。这件心意是我这几天连夜缝制的，你试试看。刚刚正好，你心放好，等天气转凉再换上。凤儿，
退下，现在交接你，等娘最后，你再把他交接打发。那好。灵子，你怎么还没有走啊？凤儿，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大爸，你不让我得罪凤儿，可这300两银子是一定要留下的。呸！儿不用娘卖身。走。马比路新鲜恩发财哟，马发财回家去吧。那边好像是阿嫂嘛。阿嫂，阿嫂，八姑弟，阿嫂，侬的事体陈师娘都对我讲了，侬为啥今朝又在这里地哭啊？八姑弟。明早我要离宁城，为姐儿等候春后福天涯镇。方才终于母子啊为，喜得我日来落分啊分，本想偷偷来人两杯大把上京，承恩不啊成。我苦苦求他给主意，他今生儿不容娘，没生啊娘。结果侬和他狠心嘞。阿嫂，难道侬就这样说了？你是两父牵挂，儿孙结难安啊心，大把
怕是生多情我，只怕是迟早断送儿性命。跟那个办法，跟那个办法你。他们不为情你心。大姑弟，你总在可怜可怜我，不能太可的呀！阿嫂，有一片苦心为啊陪，听得花木陪难谁。我听不闻你从头，只把盆儿养成此次大姑弟大大的，请上三我一把。阿嫂，不要骂嘛！天已明了，这篇八股不管这是时事之计，也可算是无懈可击。啥是考官有言，我在不忠啊！真是宝马天天断，文章岁岁增，今日谁还唱来照灯青云？哈哈哈哈哈哈！文儿，原来是恩所到此。喏，看侬眼睛凶，与是一样，没困吧？今日是大比之年，这是考级之情，我是不管欲望啊。倒是三双要紧，身体嘛，还要当心。多谢恩所关心。哎，文儿，哎，恩所，大把前年已替我改名中书，你怎么还叫我文儿啊？哟，我从小叫过文儿的，各种文绉绉的名字我也记不牢，侬就让我教教吧。啊？嘿，文儿，只怕侬屋里向米也没了吧？实不相瞒，不但米没有，连茶也烧完了啊！完了多在，所以嘛，进来看一看，不要紧的。弄得大把讲，没有茶，我马车回来我打回来的。中饭我还为你烧的，有劳恩送。我先去困一些，不要自摸路断光我没做，弄得个亚苏关先进门，那就不过算啦。自从我娘改嫁，平时遇有艰难，总梦安
姐姐，古人云：有恩不报非君子。我徒中书此番进京。上能一经永归先报他郎家园，在下恩送结家随，上上迎着卡当上，同梦终身两相聚。我娘炮儿领给家，不言我送啊女，自当早年归了天，从此切断母子情，这才是算恶到头终于报，君子不为怨民。只是考本至今未有着落，这便是何时好啊！团得考级厅带来此事宜。钟师兄，老师可有其上有劳相请，稍等片刻。有请他吧。请老师早安。哦，副官言请，免礼免礼，请坐。谢坐。言起今日到来何事？考级已定，不是学要上京赶考，得来向老师致意。考级已经定了，前几天这里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听说不闻前天才到，报闻昨天刚刚贴出皇上预定3月的大开恩考。是。大爸，如今考级已定，我这考本，我是有旨意。言起，以女子快来并言起大才，此番夫事真所谓。他下经说周蛟龙，当开玉龙飞彩凤，必是飞黄腾达。呀，老师过奖了。我欲想让众书同你一起进京，方也岂要地喜地喜哟。奇观奇观，倒是在路上可以多个讨盘了。这是什么？不满也其实。女子本是皆烈人，一生情怀家道平，此一番忠夫上进，烧烤本。你可分残切几十两鲜花，明
爱妾之命，不想教养几声，也是此千灵不仁哦。大爸，皇上尚在开一次恩苦，今番不去，欲养等3年，尚是下次再不考本，晓得岂非永无特对自己了啊！唉，无办法，现在只有一条路了。大爸请讲。向着张公公告得去，向着张公公告得，这顾不得这许多了。恩嫂，只因考级一定，家中富有考本，我孤儿担忧啊。侬大爸呢？到左张公公家告得去了啊！到4年看里去挖烂玩，只怕是白费精力。就是得到了，那啥个去玩玩呢？我也这样想，可没有银子，我总有满腹文章不能上京，也是枉存啊。文儿，我有。你有？我只是我有句话要讲。恩嫂，你要讲什么话？我这样绿得青山在，无头没长少，银子慢慢总好想办法。要是走出毛病来，就是有了银子也没用了。所以侬还是听阿叔的话，先去困一些再说。恩嫂，我现在心烦意乱，怎能睡得着呀？哎呀，就是躺歇歇也是好的嘛。恩嫂，恩嫂，恩嫂，恩嫂。好险呐！刚才我一时看快，差点露出木脚来在。天天步步到是金，现在外甥无质量，实是我的吉凶，难相信，难相信，要起疑心，起疑心就要洗盘文，万一盘文落地时，
龙出点戏就伤脑筋，哎呀伤脑筋。真银两一来一定不喷药，岂非是过于了嫂嫂，劳动汤臣举年光阴，关心似苦，反而成了一片心。做事与想心不停。有了，我不是将银子钻进黄瓜，偷去埋在后院，苦思想念。只要这样，岂不是将银子拿出来了？好主意。我把锅举天王山把金，真岂有此理！真岂有此理！这话又回来了。气死芳儿，不打回来了。大伯，银子可以得到？不得也罢。总长公公怎么讲？任凭我苦苦哀求，他言我穷，没结完的，一口咬定不宁可嫁，还将我赶出门来，叫我斯文扫地，真气死我也！看月亮，看星星，终于盼到考举你。自发难清静，岂不是十年寒窗光明心？列宗啊！自进去还没有考本，我总是不能上京。好了，你们在天上的幽灵，怎能解难不救啊？这里快，快来呐！刚才我在后院挖土坑，这次挖到一半，挖到这个瓦罐，不晓得里面是啥东西。哎，弄来快！宁子，果然是宁子啊！大伯，这银子至少有50两，我这考本不用罪了。你又考本了！只是这银子不知是谁家埋在地下的呢？哎呀，这房屋是我家上代祖传，这银子是说是祖宗埋下的，大概后来年代久远，也就忘记了。今天祖宗显灵啦！哦，宗叔，快来谢过列宗！依然哪里晓得，这原是阿嫂留下的。日子真快，已经19年了。凤儿啊凤儿，这19年功夫，我日日夜夜都在想你呀。
你们不在书房读书，跑到这里来做什么？这件衣裳我们知道是杜文大姑的，母亲你，母亲，你常得心意爱上谁？被人叹息泪沉沉。娇儿思娘心头哟，山重山峰难高兴。想必姑姑多也笑，孩儿不及宝费，因此难见娘与仇。于心于贵，不爱你啊，母亲，你望断去水三百多。早已恳举娘亲，是真心常将笑颜快儿心。但愿得皇天怜悯娘辛苦。我早团聚为娘亲，就像就亲为下了。娘与心事不是你们之故，快快起来吧。不，娘与心事孩儿不安，啥要孩儿起来？娘要高高兴兴起来。哎呀，都17、8岁的人了，还像小人一样啊！好，娘现在高兴了，你们起来吧。多谢母亲。哎呀，他们半载欢喜归来，宁儿娘，我回来了。灵儿弟，你回来了，坚固的，免礼免礼。宁儿娘，苦喜啊苦喜！苦心，
不非你此番出门，妹妹得力。哎，慢慢得来，谁也可惜。不过我说的可是另外两件事。哪两件事？宁儿娘，这第一件，今年于是他毕业，开考的日子才一天，千里过上京四去，离山可惜不可惜。可惜那第二件呢？说起喜事第二件，你听了一定更欢喜，此番回来顾真家。碰见一个不认识的俗人，哎，认不认识，怎会是说是？是啊，这人你经常提起。不过我还是第一次见面，不是不认识的俗人吗？是才，就是你那恩深密重的八卦亭。八姑娘，她怎么到镇江去的？这姑嘛，哎呀，弟弟，你夸什呀？好，听我慢慢讲嘞。哎呀，你快说吧啊！宁儿娘，因为他与有小兄弟，镇江陈算得了理，缺少一个好帮手，即兴请他当伙计，从此离开杜家村，带上船也途上旅。可曾提起文儿的消息？说起文儿啦，这阵子匆匆喜帖帖心，想到角落插在你家里，讨你留下养儿女，反而他多童年不受记，到后来文章册中有才名。前怎么样？转得金榜，把名啊
今儿同家相依，抬双分孩的灵，四平的归。灵儿娘啊，你应该欢欢喜喜，怎么流起眼泪来啦？是啊，我们越伤心，我是高兴的流出眼泪了。灵儿的，我们集中上元，把各地离间更去相逢，怎么还在镇江场所在风寒之苦呢？他是自己过惯了40凄烈的日子，就不去找文儿啦。八哥的真是个好人啊！是啊，母亲，灵儿娘啊，19年功夫，你实也想念文儿，怕他吃苦，现在总可以放心啦。是啊，现在该高兴了。今天虽说很高兴，只是我还有一两件心事为了你。啥心事？你快讲啊！母亲，你快讲吧。灵儿的。提前分儿虽然有消息，父内母子各东西，生前不见儿一面，总是往心母难辨。第二天，八哥的大恩生死海，离间相报莫是啊你，请他到我家过几年，里表诚心心我意。母亲，你要做土门大哥并不难。我的弟弟马上就要上京赴考，是故关中礼部车，不管我们忠与不忠，都到礼部衙门团听他故的下落。是啊，只要知道下落，我们就去找到大姑，倾诉母亲的思念之情。大姑一定会来见你母亲的了。这倒也是。要请八姑弟也不难。我下次出门回来时，到镇江把八姑弟请来，也就是了。这样，我的心事也算了了。好，姐儿、灵儿、弟弟，你们两个准备营帐，出角色上阵。是。文字十月花，一朝张成风，桃李满天下。
官居实在，怎么天恩连年生情？眼睛官居吏部尚书，今岁称为皇上命我与本部侍郎杜福光为正副自考，眼睛三餐早晚发榜一笔。今日西关的名落，究竟是令人好生奇怪。像我母亲林氏，当年给家江西帮扎最后的，想不到这新曲今日中与最近追灵而生，也是江西帮扎人士，而且无名最后的母亲也叫林氏。这我娘改嫁19年，他们一个17岁，一个18岁。呀！悲心我那年看父命阿母心，恰是今后的人生。莫不是一枝莲花同条根，我与他俩是同母生。果真是我义父兄弟，这便是好事好啊！想当年娘不言，点锁门庭，到后来中常院从真家生，须说是多少年无人在的，谁料想此一番是非余生。怪我一日比西厂出去走进宇宙林，此事啥为他人知？我总说与我眼边连朝廷启禀大人，杜侍郎来拜。乡土副官乃富而不仁之辈，平日治疗公事并无来往，他来接我作证。与要事相见。请是，大人吩咐有请。昔年我为贵，而今他居走，不管拦路上，哪得救生恩？见他人，免礼请受携手。不知杜侍郎到此有何要事？我们同朝为光实在，疏少来往，今日得来向大人请安。哎，总说何道能关老侍郎
前来请安。大人乃是上司，理该前来请安。什么？理该前来请安？理该前来请安。哦哦啊！啊！杜子郎因何发笑？杜大人为何发笑？我想我杜宗叔少年吃尽苦中苦，今日终为圣上神啊！我想望天不为有心人，大人果然好福分啊！奇怪，大人岂但有福，而且有喜。此话怎讲？大人可知新出京师中有周记奏令何人？这与我有相关。原来大人不知，背着就他俩相关年龄无名模型来看，这怕什么？这怕就是领当太夫人晚年所生之子啦！大人啊，领当真是好福，年轻得知官一品，晚年在家享清风，有生伶俐上金陵，看清人。兄弟情，富贵千里问啊，家话千里问，才能登上青丝城，哦哟，万古来芳名此事，杜子郎不必多言。谁有此事？大人你何故不分？端无此事，谁有此事？启禀大人，辛苦今日周记奏令前来拜矣。是谁来拜？辛苦今日周记奏令来拜。哈哈，地气曹操就到，来的是真好。哎，我现在有客，命他们明日来见。是，且慢。哎呀，大人，方才我正在争执不下去，让他们来办，正可问过明白。快有请，快有请，有请。谢恩师，二位言妻来得正巧，方才我们正在是啊，我们正在谈论两位言妻的文章，不想你们便来了。若是谁教育得中，实是文章处理，望两位恩师教诲。言妻恩师有一事不明，欲向同问。恩师请说。我想问你们是啊，想问你们今日到来为了何事？若是今日到此，一则向恩师问安，二则若想探听一股消息。什么消息？我家大哥的消息。你家大哥？你家大哥这样言谢夸说，肚子啦？是啊。若是进我家子面。
长远莫忘。大人应可听见，他家大哥乃是神仙的长远。那么大人你，我是说是听见的，你何用多言？我听高兴好。那么你们怎么会失去人心的呢？家子本领走家人，只因是光年代家土文明。大姑是娘结夫生，余年分别断一心，听说做官上京城。姓甚名谁？是啊，他是浙江宁远人，取名儿孙，叫图文。叫图文，大人。此番你一定听得是明明白白，他家大哥叫杜文，那么大人你就应该。是啊，我就应该帮两位贤妻私自找人啊！什么还要去找人啊？是说要去找人，啥不找人，怎会知道他家大哥现在哪里呀？我是只是来是要去找人的呀！啊！请问恩师为何发笑？我想你家大哥杜文真是独有盖世文章，恰落得个是此下场啊！恩师你两位贤妻，都是郎内一拍无言，何以认真？只是本朝新读国乐不少，未闻与杜文见证。待恩师替你们慢慢当听，再与小仙列解文稿，这样可好？多谢恩师。恩师若身外御史奉禀，又是夸奖嘞。是。这今年6月初2，乃是甲子戊日寿诞之际，已经奏明圣上，即刻晚下，得此向二位恩师致意。知道了。告辞。恭喜大人，贺喜大人！是啦，你太过分了。大人辈子方才道喜，大人是端无此事。如今临天上门行凶，大人你有何？不可以！想我娘不应该家久不往来，早已隔断母子之情。我与他们有什么兄弟之情？大人岂不为某当谁为贵重视无一生？这母子情分可断，这母子的名义只怕难灭呀！杜氏啦，你尽管戏弄上司，各位大人官居何职？这桩何事？你却不知。当礼不大当，这张天下利落，显天纵的阳空茫之道，教化亡命，归我王华。好一个这张天下利落的吏部大道！倘若有人将今天这条兄弟巧为的假话公之于私，请问大人将以何去选天子红灯？这空之道！又将怎样去教化外民，归我王华？被这斗胆冒到王大人黑害，告辞。
受众生。哎呀，像我那堂堂礼部大堂，这张令路，教化天下亡民，正宗生言之道。啊，偏偏是自己的母亲。哎呀，真正羞杀人呐！有一朝不言娘，上京相认，途中手有言，草间的难道我今生就永无待人之人了吗？大要渡红绿，自非团圆腿。我要官复江西，请我母娘扶着他谁？
亲，你母亲，难道你不认在儿图闻了吗？凤儿，凤儿，我来问你，此番你的兄弟上京，圣登门苦苦打听你的下落，可有此事？自有此事。他们也曾向你讲明了为娘的身世，一点不假。那你为何当面不认兄弟？你不认兄弟倒也罢了，因我隐瞒真情，不认亲娘。徒文，你既不认兄弟，又不认亲娘，真不孝。他夫人息怒，你却不问所言色，上梁不正下梁歪。你却不知古人云：夜幕测小子。母亲，夜幕测小子。今日是他夫人负责大人，下官无以为力。今先昨日一岁，请他夫人教诲。恩师，请。
永子孙。堂家与我梦虽恨终生，为故少年千般苦，至今想来欲寒心。当年娘去向安乐，可怜儿孙身凄凉，一生悲哀你冷，余生当面把与病，岁数不管路远深，出门只怕见所生。都是最近路边草，路边芦草见三分。杀父他把情教导，我徒问不困谁说早生人。杀父恩书上阶级，我徒问能生几回一三生。为了牺牲莫面色，为了奉正好家室，万众情系空忙里，长下苦读生夜分。好容易闹到金榜题心事，情敌上元的头名，名堂上只能老当生死黑。把自己在嘴上是鬼哭，谁知道自己嘴里上金汤？在曾经是苦生情，当一问此生笑谈，八方虚手苦难生，色色目这张披上了上司官身，不经传与吹灯。曾经我与后你母亲的情在何时交换？你莫把孩儿不生的，我在为儿宣扬起，只有你跪的主心灵你光，我的王母谁替你跪？我的小事语音声色落得不争不结不应不理不生不义当成啥要多少人是非团圆的，放娘听你孩儿哭心。为
老太爷，你们怎么到今天才来呀？他夫人我老爷都在等你们呢。本来前天先来到，刚刚碰到他一风骚，就耽搁了。哦，你快去通报，学生我们到了。第一位来了。哦，是啊，这位学是八不叔叔，快来见过。见过，哎呀，副官长，副官长。弟弟，你可知道杜文大哥已经回来了啊？凤儿也在，这真是太好了。弟弟，你可知道杜文大哥他是谁吗？他就是我家恩师当朝礼部尚书啊！已经做了尚书了。哎呀，恭喜恭喜，大家欢喜！哦，包括弟，请坐，请坐。送茶
看女儿，你们把杜文大姑请出来，他家相见相见。是。有请恩师。母亲，这是你19年前泡儿给家的宝银呐！他们这做事是弄下的，真是小人所幸。想不到阿嫂割掉老命，竟为山寨老更生。二嫂，真乃是母亲不言，如今见我用贵妇言见我，呸！侬可知道，侬这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是哪里来的？先靠皇上天恩，我大把恩叔所赐。什么皇上大把恩寿？此话怎讲？小畜生，弄听了！想当初为了吴家一马人，农娘给家活美丽，为了吴阳龙成神，余下30花女，如今里他把不知趣，比赛到而不用娘生气。从口子下面花着50两银子嘛，这哪里是周总县？怎么国营嘛在哪里？农娘的马三年呐！农娘。
天为我蒙子的幸运啊！谁是很难的？高苍天！为了给家杀别故园，陈奎屯营我不心酸，临日我在全民死状，又都做了当心多远，何等青云娘不救救，何等青云娘不救救！